阮备办家己诚侪服侍你的器具。阮是你的祭司，是你的工人。阮虽然未堪得，但是阮对心中感觉欢喜。愿主你感谢阮伫你面前所做工、所做的准备，愿你的圣神降临伫每一个阮侍奉的当工的生命中。你的圣神来充满伫阮，互阮的侍奉有甘甜、有关联、有上着你家己的作为。愿将今仔日的礼拜来仰望你，愿你的阳光降临伫会中。阮所吟的诗歌，诚侪芳芳的节；阮所宣读的圣经，亲像日出的光，照伫人的内心。愿主你的圣神通过今仔日的礼拜，有安慰，有扶持，有医治，有讨棒，也有上着你圣神对天灵来的火，通互每一个参与礼拜，阮的兄弟姊妹，阮心中的祭坛，搁再受你圣洁的火烧甲辉煌。愿你圣神将属天的气力赏赐每一个来敬拜你的囝儿甲查某囝。愿伫你的面前恳求圣神来带领整个的礼拜，对头到尾。愿你是阮祝福，阮同心伫你的面前祈祷，我给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
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伫个主日的一开始，咱用谦卑的心，用祈祷的心来做伙唱诗歌，恳求圣神甲咱做伙，咱做伙来唱这首《圣灵的江河》。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，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，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，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，圣灵的江河流啊流，自由永留在这地，在我的里面，生命活水不停息，圣灵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，我们欢迎你，圣灵我在你宝座前，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，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，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，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，圣灵的江河流啊流，自由永留在这地，在我的里面，生命活水不停息，圣灵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，我们欢迎你，圣灵我们爱，圣灵的江河，圣灵的江河流啊流，自由永流到这地，在我的里面，生命水不停息，圣灵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，我们欢迎你，圣灵我们爱你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来扶持我。诗篇51篇10到12节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》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圣灵。
心，搁唱一解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圣灵，求你使我人的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来扶持我，你的杖，你的竿，领我到你的面前，使我走这一路。神啊，你是拯救我的神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我的舌头高声歌唱你慈爱，我的口传扬赞美你的话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圣灵。神啊，你是拯救我的神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我的舌头高声歌唱你慈爱，我的口传扬赞美你的话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圣灵。咱做伙压头来祈祷。听阮的阿爸爸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赐予阮圣神保惠师做阮性命引带。阮知影，若无圣神，阮的性命都会找无着方向。主啊，阮是何等的幸福，会当真做主你的囝儿查某囝。恳求圣神引带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性命，互阮一世人拢有圣神伫阮的身边陪伴我，陪伴阮每一个人，引带阮头前的道路，互阮会当行伫个主你的应允当中。一世人有主你的陪伴，是何等的幸福！主啊，阮感谢你，阮恳求圣神甲阮伫地，带领阮每一个人。阮伫遮献上祈祷，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咱做伙来唱这首《圣神，请你来》。圣神，请你来，充满我的心。我忙来亲近你，高咖你。
我要举目望山，我的帮助对倒落来。我的帮助是对耶和华来，伊是创造天地的，伊无要互你的脚摇拽，保守你的的确无顿面，保守你的是上耶和华，耶和华伫你的正边，做你的印命，日是太阳无伤你，暝是月也无害你。耶和华要保守你，免受一切灾害，伊要保守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守你。对即时到永远。世间情人拢着恬静，天生行伫你面前。无你看有世间小事，各项问题你想思。上帝当念你的圣地，咱着敬拜心敬三甲来吟圣诗55首，我信全能上帝，请起立吟全首。我是全能上帝，永远做我天父，因爱永恒，万变交争，公义的你天。我信耶稣基督，甘愿双最后。天心的天心最最，因爱无通切度。我信真理的心，当临感我万面，该咱故乡我人归敬，我愿光挑定心。我心三回世，会行诚信上帝，当地当心当顺当正，尊贵严当无体。阿门。请咱用使徒圣经做咱信仰的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伊在圣女玛利亚出世，伊本着彼拉多任来受苦，顶十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父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道教会，圣徒相通，罪赦免，若可过啊，永远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三甲来启用，启用文第4，诗篇16章。上帝啊，求你保护我，因为我靠你，我的灵啊，你捌对耶和华讲，你是我的主，你以外我无福气。论到地上圣的百姓，因是特别好，是我所深深欢喜的。用别的神替换耶和华的，因的忧苦要拿过天，伊献电火一切，我无要献。我的嘴唇也无提起因的名。
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甲我背中的份业。我所用得的，你甲我保守。所让予我的地，是在真水的所在。我的产业实在真好。我要学了迄个教示我的耶和华。迷是我的心肠，也指点我。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，因为伊伫我的正边，我就无摇拽。因为安尼，我的心欢喜，我的心快乐。我的肉体也安然徛起。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伫阴间，也无互你实性的拄着朽烂。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，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。三甲过来吟圣诗212首。咱人既然大罪出世，请坐咧吟全首。三甲来祈祷，感谢上帝保守，互阮生活顺心，工作顺利。伫今仔日礼拜日，阮用欢喜敬虔的心来敬拜学了你，也要对圣经的话通过牧师的讲解，互阮得到生活甲的智慧甲帮助。主是阮的保惠师。伫阮要做每一项事的大声来祈祷，主你就成做阮的倚靠甲信心，互阮有勇气来认真去做，也过程中你常常伫阮的左右，互阮感觉主同在的快乐。主也祝福阮顺利完成，感谢主。即礼拜是圣神降临节。邀请圣神进入阮每一个人的心，互阮的信仰坚定，信心火热，结出圣神的果子。祈祷感谢靠主的名，阿门。上帝有个，就是主的世间。就是主的世
赞美请献乐队。三甲来强守上帝的话，记载旧约诗篇51篇第1节、5、9节、13节，请咱三甲来共读上帝的话。上帝啊，照你慈爱怜悯我，照你丰盛的慈悲撤销我的过失。第9节，求你用你的面无看我的罪，撤销我一切罪恶。上帝啊，求你，予我创造清奇的心，予我的内面有换新正直的心，毋通赶我，予我离开你的面，毋通对我收回你圣的神。12节，求你予我悠远得到你
救恩的快乐，想像我有自由的神来扶持我。我就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，有多人就要归顺你。过来看一位新约圣经加拉太5章22节到25节。22节，若是圣神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欢喜、和平、吞忍、慈悲、善良、忠信、温柔、准则，亲像即号无有律法禁伊，搁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捌将肉体甲伊的情、伊的欲钉伫十字架。咱就照神的话来活，照神来活，就照神来行。以上讲道，伫圣神内有满足的喜乐，请郑牧师。所听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祈祷，至圣的上帝，阮同齐敬拜，特别是伫五旬节圣神降临节特别的主日，阮伫你的面前佫一摆，纪念上帝你的作为。阮嘛伫你的面前用敬虔的心，阮同齐祈祷，恳求上帝你无伫即间教会收回你的圣神。恳求你，搁甲阮创造清气的心，互阮有正直的心。主啊，伫阮软正的时，恳求你赏赐圣神来扶持。主伫即个你大作为圣神降临节主日，阮同齐主集的时，阮为着所有需要圣神的扶持、需要圣神的安慰、需要圣神的怜悯。需要圣神，搁一摆亲像对天降临的火，互阮的心无搁再冷淡。恳求天父上帝，你亲自降临伫阮的中间，伫即个特别的日子，互教会来经历着上帝你的话，毋是空空的话，乃是充满权能甲活命。愿主你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互讲的人甲听的人，拢平平领受圣神的帮助。无论是伫什么所在，甲阮同齐做礼拜，每一个你的囝儿甲查某囝，愿你的圣神降临伫会中，来带领阮敬拜你。愿安尼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亲爱的姊妹，伫即个时阵的礼拜，今仔日的礼拜，教会为咱的祈祷，就是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拢重新得到圣神的充满。愿天父上帝的圣神。就是对起初创造天地，也伫咱出世开始，就伫咱内底，伫咱内面的圣神，伫今仔日，搁一摆来充满伫咱的内底。这是教会所带予咱的邀请，因为这是主耶稣的应允。愿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，咱毋是干那听圣经的讲解，搁较要紧就是咱拍开咱的心门。咱甲圣神讲，亲爱圣神，我需要你的充满。若无圣神的帮助，咱的人生就亲像行伫苦海的中间。若无圣神的帮助，咱的信仰只不过就是一个理论，只不过就是做的故事。但是这个故事，敢有一日，伊会当成做咱实实在在咱个人的经历。伫祈祷的中间，恳求上帝圣神降临伫咱的中间，也请兄弟姊妹用敬虔的心听今仔日圣经耶稣所讲，也互路加记载伫《使徒行传》第1章的内底。伊讲着听候上帝的应允，听候上帝的应允。上帝的应允是什么？主耶稣讲，你未领受圣神的洗礼。什么是圣神的洗礼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经历着伊所应允，逐世代较无伊的人拢得着。而且，咱每一个人拢需要圣神的同在。愿咱伫主的面前会记得，保罗回应耶稣所讲的：“你未领受圣神的洗礼。”保罗讲甲非常的完整，
伊讲领受洗礼的人，伊的心中就要有正直公义，伊的心内要有平安和平。伊要领受圣神踮伫你的厝内，圣神会满足的欢喜。也即你较无你的人生，无去再行东行西，你较无你的人生是有一个真正的平静。无论外面怎样风影，咱的人生拄着什么种坚固？主的平安，甲你三甲伫地嘛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每一个人拢对上帝讲：主，这是我所需要。我知影，其实你早就伫我的内面，其实你永远拢无离开我。但是当我若做毋到代志的时，我的心中就有一个惊吓，亲像大笔。大笔讲：无按我收回你的圣神，赦免我、怜悯我，除去我所有的罪过，无按我收回你的圣神。亲爱的姊妹，上帝讲：我听你，我太会按你收回我的圣神。独只有迄个无爱上帝的人，伊家己拒绝圣神，若无上帝较会收回伊的圣神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主的圣神搁一摆，互咱的心重新得到恢复。所听的姊妹，最近我看到一个真有造就性的演讲，这个作者叫做安娜·兰伯，这个人，伊是史丹佛大学，伫美国有一间足出名的大学，伫南加州，伊叫做史丹佛大学。伊是本身是一个神经医学的教授，伊讲起伊所接触的侪患者，伊心中有真侪的反省。通过伊的演讲，嘛通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通得到帮助。伊讲为什么伫即个世界，愈来愈侪人拄着躁郁症？或者你有感受到咱身边有人心不安吗？检查咱嘛有，但是咱歹势讲。伊讲，伊发现一项代志，全世界愈来愈侪人，因无法度伫伊的情绪顶悬得到安慰，得到平静，所以就去找医生。这个安娜，这个教授伊讲，当咱去找医生的时候，医生只有开一种药互你食，迄种的药叫做多巴胺。多巴胺就是一个上帝创造人的时阵，人若欢喜的时阵，自然而然对咱的脑、对咱的心神的中间，就会产生一种的内分泌物，迄叫做多巴胺。多巴胺若分泌出来的时阵，人的脑部的小小的细胞，迄个多巴胺入去，就亲像一粒一粒的这个脑细胞。这个多巴胺若伫这个内底时阵，伊就亲像个电着，伊就有一个欢喜幸福的感觉。伊讲人若拄着躁郁症，医生所开的药愈开愈重，因为多巴胺，伊虽然会当互人得到那像麻醉药甲安眠药，但是海水愈啉愈喙焦。所以这个医生有一个结论，就是如果有的人若是酒精中毒，有的人若是因为食毒无法度戒掉，上好的方法就是亲像禁食祈祷，禁食会当互人伫上帝的面前自然的修复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我听到这个演讲了后，我对心中有一个感动，就是咱人的内心有一个灵，迄个灵若是私欲。咱拿伫即个私欲享乐主义的内底，咱就拿啉拿喙焦。即个医生讲要戒断伫咱生活中间无适当的多巴胺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伊嘛发现全世界上好惹的国家，竟然是自杀、焦虑、忧郁、身体因为精神疾病所带来的疼痛。上好惹的国家，即种的比例上悬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伊用一个足幽默、足诙谐的比喻，伊讲伫人的心中有一个天平，伊亲像人的心神伫幸福甲悲伤这两个中间咧起起落落。
伊讲人的心灵内底有一个小小的精灵，迄个精灵伫人的天平的中间，对这边跳来这边。有一日，伊若跳伫这个所在，唔爱走，就是人就开始有忧郁症。这个精灵伫人的生命中间，如果伊若毋是互人常常伫这个喜乐的天平这边较济的祝福，人就伫这个焦虑，就是伫忧伤的中间。伊讲这个真幽默、真温柔的比喻中间，拄拄互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会通得到一个帮助。这毋是一个小小的精灵，兄弟姊妹。对圣经的起头到圣经的落尾，伊咧讲起上帝创造人的时，伊就将伊的圣性对人的鼻孔分入伫咱的内面。对迄个时阵，人就叫做有活命的人。兄弟姊妹，你愿意你的生命中间，就是上帝的圣性踮伫你的内底，伊毋是一个干扰调皮的小精灵，常常伫咱的日常生活来搅扰咱。反倒等，这个圣性是甲咱扶咧，互咱心头这个天平常常有平静。所以圣性的规矩咧讲起，伫人的心内有喜乐，有和平。喜乐甲和平，和平这个字伫圣经中间，伊叫做 shalom， 就是真正的乐园，真正的平安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通过这个科学性的圣经医学者，伊所提醒咱，咱倒来到咱家己的心内，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上帝祷告。主啊，求你进入我的心内，甲我做清气的心，互我内面有正直的心。这是代表的祈祷。正直的心，伊的原文的意思，就是互我内面有一个坚固的灵。啊，这个一句话放伫你的心内。正直的心，毋是甲咱讲 justice 良善安尼尔。正直这个原文叫做 cum， 就亲像早前咱捌伫咱的礼拜中间伫过年的时，咱教会送咱一支以利亚敬的锁匙，你会记无？伫以赛亚22章，你若愿意倒去顶读一届。以赛亚22章第20节到25节。伊伫遐讲，有一个互上帝所拣选重用的人，伊的名叫做以利亚敬。希伯来语的原文叫做 Eliakim。Eliakim，Eli 就是 El， 就是上帝。Akim 的意思就是坚固，互上帝所甲伊抬高，互上帝所甲伊换手设立，互上帝所甲伊扶持坚固。Kim 这个字。伊的字根就是今仔日代表的祈祷讲，甲我做坚固的心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祝福在座的兄弟姊妹。主将一个正直的心、清洁的心、坚固的灵放伫恁的心头，互咱对今仔日开始，因为信，咱的心中就无惊吓。主将这个坚定的心放伫咱的内心。保罗解说耶稣所讲圣神的说，保罗讲甲非常的清楚，因为伊有圣神的帮助，伊体会到耶稣所应允的重要。伊讲：恁若得到圣神，就爱伫圣神的内面来生活。咱若已经领受圣神，咱就爱伫圣神的内面来生活。这是加勒太第5章25节，靠圣灵得生。靠圣灵行事，咱就要我靠圣神伫咱的人生的中间言行举止、心思意念甲行为，靠圣神来活出圣神应该有的性情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所以保罗讲，要顺探圣神来生活，唔通搁再放纵伫咱内面迄个情甲迄个欲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圣神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来领受圣神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问你家己，你敢有生活伫圣神的内底？使徒行传第1章讲起耶稣基督的应允，对迄个时阵开始，初代的教会就甲圣神同工。所以咱若读使徒行传中间，咱就看到真侪的新约基督，
上帝通过耶稣伊家己学生所设立的使徒，伫各所在来帮助软弱的人。其中有一个故事记载伫《使徒行传》19章第6节。保罗拄着欠缺信心的人，伊就甲因问讲：恁敢认捌信心啊？你敢有领受信心？但虽然信主久久，但是有时信心并不是真正充充足足踮伫咱的心思意念的内底。所以你今仔日的礼拜，我真期待上帝的信心搁一摆祝福在座所听的弟姊妹，愿咱的生命丰丰富富，互信心这个风奔入伫咱的内底。咱问咱家己讲，伫我的心内，我甲信心有偌亲密的关系？愿天父上帝帮助。保罗问初代教会这个人，伊问伊讲：恁敢已经领受信心啊？后来保罗知影因的需要，保罗就甲因换手，然后因就得到信心的充满。这个故事帮助咱做一个反省甲思考。如果咱也较无上帝的信心踮伫咱的内底，咱需要安静问上帝讲：上帝，我要怎样来得到你对天人来说想需的信心？上帝，我正做一个基督徒，我要怎样领受主耶稣伫今仔日礼拜中间所呼我的英文讲：听候信心，领受信心的充满。基督徒要怎样领受信心的帮助？有真侪教会真认真努力，想要帮助人，但是信心不是通过讲道讲论，信心是通过靠无，透过基督。所以耶稣伫约旦河领受洗礼的时候，有一个足水的经文，伊讲伫迄个洗礼中间，耶稣开喙祈祷，天就有伊开。后来信心就降临，就亲像鸽子，像钱啊！忽然有声音对天顶发出讲：这个就是我所听的囝儿，你是我所听的囝儿。我相信今仔日的礼拜，上帝真欢喜为着咱拍开天顶的门。我嘛相信，相信早就已经伫咱的教会中间。有时咱冷淡，有时咱随意，忽略着上帝的圣心，踮伫咱的教会的掌管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咱今仔做伙同齐誓约，亲像咱今仔所念的第二首的圣诗。第二首的圣诗，通常拢是洗礼时咧念的圣诗。咱通用这首圣诗来陪伴咱的心。咱甲主讲：主，我已经伫教会领受洗礼，但是伫今仔日这个礼拜中，我期待，因为教会用水甲人行洗礼，亲像行洗礼约翰，独只有上帝家己用伊的圣神来甲阮行洗礼，用伊的灵来洗清我的罪过，互我内面有清气的心。愿天父上帝甲咱欢手，互咱的生命中间有圣神的帮助。所听的弟姊妹，愿圣神甲你三甲伫地。你若愿意，愿咱陪伴心，咱等一个伫结束的时，咱同齐来祈祷。愿天父上帝伫咱今仔日的讲道结束的时，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拢愿意拍开心门，甲圣神讲：亲爱的圣神，我需要你踮伫我的生命中。伫主的面前谦卑祈祷，将咱心中的主权，过去用咱家己做中心，用咱的心思意念做一切决定。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对今仔日开始，你掌管我的心思意念。现在你愿意安尼祈祷吗？伫上帝面前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愿意互我的心思意念降服伫你的面前，愿你对我分话开，亲像你将迄个话开分入伫亚当的内底，你就称伊，你就互伊真侪有活命的人。昨下晡，信徒做集会中间，讲师赵文聪医生，伊徛伫医生的立场，伊鼓励真侪人伫软弱的中间
戒断生命中间无好的习惯，其中有一项叫做解酒，因为伊发现原住民因有一种物质的时阵，因会啉酒，而这毋是干那原住民，全世界所有的人有真侪时阵，咱就互酒精来成做咱的救主，互酒精成做咱的帮衬。赵文通医生是一个儿童科的医生，伊本身是儿童脑神经专家。伊发现有真侪囡仔伫妈妈的腹肚内底，因为妈妈有酗酒的习惯，所以囡仔出世的时阵，伊本身就甲一般正常的囡仔无共款。伊讲一个譬如，我头一摆听到，伊讲迄个囡仔伫妈妈的腹内，就是伫伊的即个母胎的内底时，妈妈所啉的酒精会通过伊个脐带，迄个酒精会走入去伫囡仔伊所生存的羊水的内底，所以迄个囡仔就亲像也未出世之前，就互人甲伊放伫迄个高粱酒瓶的内底，甲伊放落。迄个囡仔10个月伫遐浸掉咧，出世的时阵完全无共款的人。伊用相片互阮看，兄弟姊妹，咱伫即个世间就亲像互人放伫一个染缸，伫即个世俗的染缸的内底。咱的生命已经吸收着真侪无适当的想法，无适当的灵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帮助咱，因为咱捌担着主恩典的滋味。愿咱伫今仔日不但担着主的恩典的滋味，咱甲上帝讨讲：主啊，互我内底的灵，互我内底的生命，会当有分伫上帝你的圣性。主你的圣性，搁一摆。通过教会这个胎盘，和教会这个子宫，主你的圣神就降临伫阮的中间，和到这个教会成做上帝你圣神的子宫。既然来到这个所在，每一个人，因就和上帝你的圣神，甲伊包围起来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若有着你家己生活有气无力，为着咱的生活无力感。为着咱的心内有真侪的不平静，关键这个礼拜真侪你经历着祈祷的开始。你若愿意祈祷，上帝就为你拍开圣神的窗，和圣神进入咱的内底。所以今仔日咱所领受的经文，记载伫加勒太第5章20节到25节，其中的22节是咱熟悉的，咱拢会要背。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圣神所结的果子的意思，就是当圣神踮伫咱的内底的时，咱自然而然散发出来咱的属灵的态度、属灵的品格。一个基督徒活伫这个世间，不是用咱的话准绳，是用咱的生活所表现出来气质，咱所画出来迄个少年活命的品格。愿圣神亲自。将对天灵来上帝荣耀、各种水的品格，享受互兄弟姊妹。我无必一一解说。圣神带来阿加佩仁爱，圣神带来 rejoice 喜乐，圣神带来 shalom 和平，圣神带来忍耐、仁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甲尊责节制。所以兄弟姊妹。这就是迄个安娜迄个教授，伊咧讲起人的心头有一个心灵的天平，迄个天平常常是当头轻。咱伫这个世间追求幸福，用啉酒、用食薰、用毒品、用真侪方式，但是哪啉哪喙干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亲爱的圣神用伊的手甲咱抱掉咧，互咱心头。定心有平安，主帮助咱。所以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3个祈祷。第一个祈祷，甲主耶稣讲：主啊，我知。因为使徒行传第1章第40到第80讲，主耶稣讲：恁就听候上帝的应允，因为上帝的圣神就要甲恁行洗礼。人若无顶头生，人若无领受圣神的洗礼，人就袂当看见上帝的国。人嘛袂通进入上帝的国。
主耶稣所应允的，就是既然恁奉我的名祈祷，天顶的上帝就要垂听圣神甲恁三角地底。所听的姊妹，咱甲主耶稣讲阿免。主耶稣，我有听到。主耶稣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恳求你，将你的圣神，就是甲你同居我的圣神，进入我的生命中间。所听的姊妹，领受圣神的洗礼，何等的重要！因为若毋捌领受过圣神的人，咱的人生好亲像生活伫苦楚、苦海的中间。所听的姊妹，耶稣安尼讲。恁毋通离开耶路撒冷，意思就是毋通离开你属灵的教会，就爱安静听候。耶稣也未上天正定甲伊学生讲，听候上帝应允，因为无偌久，恁就要领受圣神的洗礼。既然相信圣神的洗礼是真的，你就得到。愿咱伫上帝面前陪伴咱的心讲：主啊，我愿意。恳求你用你的圣神来帮助我，用你的圣神，互我定头生，因为这是我属灵活命的开始。愿天父上帝帮助。基督徒所需要的，毋是真侪的言语上的道理，基督徒所需要的，就是真真实实伫咱的生命中间有圣灵的同在。你会问牧师讲，牧师，我怎样才知影讲圣神已经进入我的生命中间？有几项伫圣经内底足清楚的图像，你感觉上帝听你？圣神降临的时，人有一种被爱的感觉。圣神降临的时候，人的生活中间忽然会感觉目睭开光来啊！圣神若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的生命就无搁再白骹白手，咱就要倚靠圣神有开力。所听的姊妹，被爱的感觉是一个人重生的开始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甲主祷讲：主啊，我真正真刻薄，主耶稣你完全的听，请做我心中的我完全完整的感受。愿主耶稣甲你讲，我听你的祈祷，我进入你的生命中间。已经真久啊，有一个过去捌伫咱中间有一个姊妹，会伫一届受难周暗暝的祈祷，逐夜暗拢流目屎，因为伊的婚姻拄着搅扰破碎。一个姊妹后来离婚，伊家己单独离开丈夫的家庭，伊一方面为着伊的婚姻忧伤，但是搁另外一方面，伊伫主的面前用错误的想法来过伊的生活。伊感觉伊是一个互上帝见笑的查某人，因为伊无法度保守伊的婚姻。所以，伊感觉离婚是互上帝流目屎，离婚是一项见笑的事。但是，伫迄个受难周的礼拜中间，我毋知上帝安怎帮助伊。但是，伫迄届的受难周中间，伊开始用新的态度来过生活。伊甲我分享讲，上帝伫即礼拜的受难周中间，互我知影，伊听我的婚姻的失败，毋是我做毋到什么。上帝甲我讲，我听你，无因为你的婚姻，我气杀你。这个姊妹最后讲一句话：既然上帝听我嘛要学习用耶稣基督的听来接纳我家己。兄弟姊妹有水无？圣神若来到咱的生命中间，咱就认捌咱的欠缺。圣神来到咱中间，咱就有一份被爱的新生命，长阔高深。像如耶稣讲，我所想述的活水，会伫你的生命中间，亲像水泉，
自然而然的永留在你的新生命中间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你若愿意，上帝的圣神是这种的力量甲祝福，是对咱的生命中间自然而然的永留。上帝的疼，上帝的平安。愿你讲阿们的时，上帝为你成就。无人知你心中的苦痛，但是上帝知。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上帝讨讲，主啊，我拍开我的心。在今仔日个礼拜中间，我吐出去我心中的怨气，我吸进来上帝你圣洁的灵，晓得？将咱心中的怨叹、苦楚，咱交予主耶稣。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求圣神，亲爱的圣灵，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领受你伫今仔日礼拜中间所赏赐予我。愿主甲咱三个弟弟。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，互咱拄着圣神，互咱领受圣神。兄弟姊妹，按主耶稣伊所讲，听候圣神，领受圣神，咱甲主讲阿门。主啊，伫今仔日个礼拜，这个圣神要进入我的生命中间，运行伫我的人生，伫我的心内，充充足足成就一切，超过所求所想。兄弟姊妹，你若相信。这个圣神就要行奇妙的事伫你的一生中间。你举起你的手对到咱的厝的时，咱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进入你的厝内的时候，你就甲伊宣告讲：对今仔日开始，我的厝、我的家是圣神掌管的所在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斥责一切的悲情、一切的搅扰、一切的苦楚，拢离开我的家庭的内底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宣告，对今仔日开始，耶稣掌权，亲爱的耶稣也圣灵就要运行在我的生命当中。阿们嘛，上帝伊所讲的话，兄弟姊妹，你愿意这个圣神，伫这个时刻，超出所求所想的祈祷，成就你心内的祈祷嘛？成就的意思就是上帝甲你讲，我的囝儿，我听到你的祈祷。照你的信，甲你成就，这就是福音书中间耶稣真侪欠缺需要的人。无论迄个车媒甲耶稣讲，我爱得着看见；无论迄个摆卡的，伊伫遮讲，无人帮衬我。我逐摆若讲来到这个礼拜堂求神者，圣神降临的时阵，第一个得着拢已经互摕去啊。但是耶稣甲伊讲，照着你的信，甲你成就。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领受圣神。保罗足清楚，这个圣神是成就生命改变的圣神。所以保罗咧讲起伫圣经内底新的生命，有真多真水真完整的话。伊讲人若伫耶稣基督的内底，伊就是新创造的人。咱会记迄段话无？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圣神降临的时阵，人就得到一个新生命。所以保罗讲，咱若一个领受圣神，就爱依靠圣灵来生活，靠圣灵得生的意思是安尼。咱的讲话无做甲亲像囡仔，性情无搁再亲像囡仔，咱的行为无搁再亲像囡仔，咱无搁再亲像一个无完全幼稚的孩子。保罗讲，我既然长大成人，我就放了所有一切囡仔，伊的性情，伊的想法。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，为着咱的性情，为着咱的想法，为着咱的情，为着咱的欲，为着咱的情，为着咱的欲，咱伫主的面前祈祷，祝福我的欲望正直，祝福我的心神清气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帮咱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每一个所听的弟兄姊妹，咱同齐见证，喜乐是咱教会共同的记号，亲像有所教会，有所教会上水的记号就是靠主喜乐，要常常靠主喜乐。原咱的教会真做一个喜乐的教会，人入来到这个所在，就看到一阵乐观、笑容，有上帝的听，有上帝的喜乐，有上帝的平安伫这个所在。人通过咱，就看见上帝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祈祷，毋是干那为着咱家己祈祷。嘛为着别人祈祷，主啊，你若将这一切圣神的规矩予我，
我的身边的人就要伫我的身躯顶端看见上帝所赏赐，伫圣神内底平安的喜乐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圣神若来，咱的智慧这个开窍，上帝甲咱拍开，咱就要真做有智慧的人。因为圣神若进入咱的内底，咱就要明白一切的真理。约翰福音16章13节，约翰记载耶稣所讲的话：恁着听候真理的神来，这个真理的圣神要引出恁明白，引出恁明白一切的真理。明白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，带恁进入，互恁享受一切的智慧甲真理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将伊的圣神赏赐予咱。以赛亚11章第2节是旧约的圣经中间足宝贝的英文。以赛亚11章第2节，伊伫这个所在讲起，上帝的圣神若踮伫咱的内面，咱的生命要有6种的改变。第一，咱要有智慧；第二，咱要诚做有聪明的人；第三，咱要诚做有谋略的人；第四，咱要诚做有能力的人；第五，咱要诚做有才华、有知识的人。没有知识也要多看电视，那愈看愈戆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独只有圣灵的光进到我们的里面，咱读的册咱就会明白。有真侪基督徒有当时拢有感觉讲，我若看到圣经，我就拄久，因为哪看也看无。若有上帝圣神踮伫咱的内面，咱就哪看哪甘甜，毋是哪看哪拄久。愿天父上帝赏赐上重要，就是最后一项，第6项，敬畏的灵。上帝圣神若踮伫你的内底，你毋免勉强。你若伫进入上帝的内面，来到礼拜堂，伫你安静要追求上帝时，你的心内会有一种敬畏的心。兄弟姊妹，第6项是上重要。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。圣经写甲遮尔清楚，但是检查咱中间一年拢做伙鼓励，一年甲圣经读一摆，咱的周报已经20-30年。当年拢用圣经一年读一摆的经课表，我毋知咱中间敢有人要阁继续一年拢至少甲圣经读一摆。这个周报毋是垃圾，毋是一个形式化，但是我知影咱的中间有人过去一年上少拢读一摆的圣经，上帝大大祝福。其中一个人就是刘老师。我知影咱中间有人嘛安尼，虽然我无甲恁讲到恁的名，但兄弟姊妹，你愿意上帝的话，诚做你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嘛？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，主啊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牧师有唤起阮注意，主耶稣伫2000年前上天进前，伊对伊学生所讲英文的话，行洗礼约翰用水甲恁行洗礼，但是我天父上帝要用圣神甲你行洗礼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你愿意伫今仔日，你确保伫今仔日得到这种的经历吗？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，主我愿意。什么叫做圣神的洗？用圣经的话来讲，圣神的洗就是上帝将伊的圣情亲像风，就喷入咱的内心。上帝将伊的圣情亲像雨水甘霖降落浇灌灌压伫咱的内心。上帝的圣神就运行伫咱的内心。伊用伊的灵的本质 ，spirit nature， 上帝伊家己的本质，上帝伊家己的性情，那喷入咱的内底，咱的血气，咱的情欲，咱的自私。兄弟姊妹，毋通误会上帝创造是无好，因为血气嘛是上帝所创造的，就是人中间有灵有魂，人有灵有魂，魂就是这个情欲。上帝创造这个魂，毋是歹物件，毋是歹的物件，但是若无灵，这个魂
伊就无健康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个礼拜，让咱分外开，不但无甲咱收回，因为上帝创造伫创世纪的内底第6章起头，伊就讲到：人若过头俗地迄去，人既属乎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。今日是永远。上帝的圣神，上帝有可能该收回。亲爱的姊妹，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用代笔的祈祷，今仔日的旧约诗篇51篇第1节、第9节，这是代笔伫犯罪了后所写的祈祷书。诗篇51篇是代笔伫伊犯奸淫的犯罪了后，伊所写的忏悔录。伊伫即个中间讲：主啊，求你除去我的罪过；主啊，求你无按我收回你的怜悯、你的慈爱；求你无按我收回你的圣神。保罗安尼讲：求你帮助我，互我活伫圣神的内底，我靠圣神的开力，直到我一生，互我的人生叫做新的人、新的事。今仔人踮伫耶稣基督内底，就正做新创造，旧的代志拢正过去，一切拢换新。上帝是做新的事的上帝，所以今仔日个礼拜，咱会当伸手，甲上帝讨讲，求你用圣神伫今仔日，搁一摆充满我。我知影你的圣神无离开我，但是我感觉无够热。因为我欠过上帝你充足的灵的运行，你的掌管，抵到我有无力感，抵到我的心内有真侪干扰，求天父上帝帮助。迄个圣神除了带来智慧、聪明、策略、能力、知识，加敬畏的灵，上帝的灵也佮带来一种叫做洁净的灵、洁净的灵。所以旧约咧讲焚烧祭，迄个就是一个罪得的赦免甲洁净的罪，但是上帝本身伊的灵有这种洁净的效果。以赛亚第4章第3节，伊讲上帝用伊公义的灵，用伊焚烧的灵，安怎除去污秽，洗去污秽。愿天父上帝今仔日咱在座兄弟姊妹讲，你若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你通甲我讨。我要享受我的圣神帮助你，将旧的人送去垃圾焚化厂，求主的圣神降临在咱的生命中间，用伊圣洁的火，甲咱烧好清气，互咱的生命必称为圣。主讲，你的名就要写伫活命册顶悬，称作我圣洁的子子。愿主将伊应允的话。就是2700年前以赛亚先知所写的话，今仔日，互每一个阿门的兄弟姊妹，咱就得到。这是代表的祈祷，通正做咱的祈祷。主啊，求你照你的慈爱临bin我，照你丰盛的慈悲擦消我的过失。求你黄面无看我的罪，除去我一切的罪孽。主讲。我愿意，因为你敢唔知吗？主耶稣2000年前已经降临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主耶稣的降临是甲咱有关系。所以代表佫继续祈祷讲：当我摒扫摒空我家己的事，这个内底的房间、圣洁的房间，若空，遐魔鬼会佫倒入来。咱求圣神帮助咱。当主耶稣已经甲咱清去了后，主的圣神入咱的心，主所带来就是圣洁的灵，就是坚固的灵，就是欢喜甘愿乐意的灵，就踮伫咱的内底。兄弟姊妹，主要将这享受互咱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通安尼祈祷讲：主啊，甲我做清洁的心，互我内面有正直的心。主啊，将你的圣神搁一摆。充满我。最后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用今仔日的祈祷来做咱生命的开始。
伫咱的今仔日咱的祈祷共同即个祈祷文，即个祈祷词的中间，互我一个感觉，甲咱分享。因为我常常有一个足清楚的图像，我知影上帝就是天父，我知影耶稣就是一个列比，耶稣就是一个救世主。但是常常咱拢往天父祈祷，往耶稣祈祷。恁会问牧师讲，我敢会当往圣神祈祷？我敢会当安尼祈祷讲，亲爱的圣神，请你来，亲爱的圣神，亲像请你来，亲像妈妈，你将上帝的听贴来到我的人生的中间，互我明白到上帝的听是何等的甘甜。兄弟姊妹当然会使，因为圣神就是天父，耶稣嘛是上帝。所以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即个天顶的上帝、爸囝、圣神，拢是咱祈祷的对象。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听上帝的声。上帝的圣神通过保罗留予咱一个真要紧的图像，就是做一个基督徒爱穿戴属灵的军装。遐这你拢会记得，圣经内底有一段以弗所书第6章第一个所在，伊咧讲起。恁着穿圣洁的军装，迄个圣洁的军装中间咧讲起基督徒6个信仰的操练。当咱穿圣洁的军装的是，第一，咱来戴一个头盔；第二，咱来穿迄个盔甲，伊叫做护心镜；第三，咱来摕盾牌；第四，咱来下腰用真理的腰带；第五，咱的鞋仔爱穿鞋仔，叫做平安的福音。第6个，伊讲你手拿真理的宝剑，迄就是上帝话。圣神的剑就是上帝话，用上帝话来征战，好的征战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咱伫圣经的内底祈祷，这是今仔日第3项，牧师邀请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求圣神，圣神若来，就等于我们穿戴了圣灵的军装，属灵的军装。兄弟姊妹，咱咧讲穿戴属灵的军装，意思就是在圣灵里面祷告，建立伫圣经的内底祈祷。圣神若充满咱，自然而然咱的生命就受保护。愿咱用上帝的话来做咱的帮助，穿全副的军装。咱会当用这段话定心，家己安静思考。因为时间的缘故，牧师袂通每一节的圣经拢解说甲真清楚，但是。兄弟姊妹，属灵的军装最大的保护，就是一种的心灵的防护啦。咱伫今仔台湾，咱咧拢讲全民国防，有无？伫教会内底，应该所有的基督徒嘛爱做一个属灵的防御。每一个基督徒，咱无受这个世间知识财物的搅扰，愿主甲咱撒高地底。这6项属灵的军装，用真理下腰，用公义来保守你的心。我的心啊，你都要常常安静，保守你的心，因为生命，你的心是生命一切的效果。从平安的福音做你的鞋，第4，摕盾牌就是信心的盾牌。第5，戴救恩的头盔。第6，手拿上帝的话，就是属灵的宝剑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听咱的祈祷。那愿意甲上帝伸出祈祷的手的人，上帝将满足的喜乐放伫你的人生，你愿意吗？咱要同心祈祷。亲爱的姊妹，伫这个充满稳定、特别的五旬节降临这个时间。主的圣神伫咱的中间，你若愿意这个圣神成做你的帮助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你通伸出你的双手，无论是轻轻放伫你的双骹，还是压悬，你若愿意这个圣神成做你的帮助，你伸出双手，你甲圣神讲。亲爱的圣神，求你充满我；亲爱的圣神，求你充满我。
亲爱的姊妹，你的心内若有重大苦楚，你若愿意，你通放手伫你的心头，你甲主祷讲：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我的心常常受搅扰。主耶稣，求你赏赐我好心境，保护我的心。亲爱的圣神，求你点伫我的心掌权，互我心内的天平有平静。亲爱的圣神，请你来，也再伸出你基督的手，伫主的面前，甲主祷讲：主啊，求你怜悯我。我嘛要邀请兄弟，你若愿意，正做一个新创造的人，领受圣神的洗，过重生的生活。伫你伸出双手的时，你甲主讲：主啊，将我过去所有所做得罪你，伫我有意无意中间，我所做毋对的代志，主啊，将我过去迄个黑气的我，主啊，将伊提到你的面前，求你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，甲我洗清去，赦免我。亲爱的姊妹，你若愿意，有一种圣神的气力运行伫你的心内，成做你的帮助。咱同心用代笔的祈祷，咱同心用代笔的祈祷。主求你甲我做清气的心，互我内面有正直坚固的灵。愿圣神赏赐清气的心，甲正直的灵、坚固的灵，伫咱兄弟姊妹的生命中。主，你是听人祈祷的上帝。伫今仔日，见若求求你，你的囝儿查某囝，愿你的圣神进入因的生命中间。现在也这你通将手放落来。牧师要邀请咱中间有特别需要牧师陪你祈祷的人，你若愿意伫今仔日的礼拜领受圣神的充满，你愿意行到主的面前，将你的重担来交托给上帝的人，也这你若愿意，有人陪你祈祷，你通来到头前，牧师陪你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愿知你伫阮中间，亲爱的圣神，愿感谢你。阮中间若有人需要你，因伫心内讲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的事，愿你的圣神帮助因。但用这个祈祷词来做咱的祈祷。
三角来吟圣诗讹上帝，圣诗337首。由主听痛，万行事成，请纪念吟全首。请坐，奉献。
请坐平安礼，请张牧师。亲爱的，咱真欢喜，今仔日有真侪出外的兄弟都来甲咱做伙做礼拜，嘛有包括咱的今仔日有一个人客义峰吼，伫咱的中间，咱来请咱大家欢迎义峰兄弟，伊是我真久的朋友，真久的兄弟伊是做真侪帮衬，我若出外拢是义峰咧帮我做一个出外机票的订，吼，咱真欢喜，伊今仔对北部落来，佮有慧玲倒来吼，是咧毕业生，喜乐毕业生慧玲吼，蔡牧师带伊来甲咱做。向日葵学院的毕业生对啦，我知影，嘿，嘛真欢喜慧玲倒来，吼真欢喜蔡牧师今仔日甲咱做伙做礼拜，吼真欢喜喜乐保院的牧师，迄个蔡牧师甲咱做礼拜，佮有嘉平甲约瑟吼，迄个亚瑟，嘉平甲亚瑟有倒来伫咱中间吼，咱欢迎嘉平甲亚瑟吼。佮有对大家倒来做礼拜的玉君甲洪敏吼，咱真欢迎因今仔日倒来咱做礼拜。咱佮有就是庄校长的公子吼，迄个地缘吼，就是咧地缘嘿，咱真欢喜伊倒来甲咱做伙做礼拜吼，谢。感觉我甲欢迎无着，咱足久无倒来做伙做礼拜兄弟姊妹。咱用耶稣听你这条歌来做咱的祈祷，吼！咱用这条歌做咱的祈祷。耶稣听你，耶稣听你，伫你一生中。你心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，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，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。所听你会求你，耶稣永远听你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主，阮伫你的面前来为着红带对姊妹老阿嬷过往。主你带伊倒到你的怀抱，你想随伫世间102岁，阮感谢你。伫阮怀念的时，阮恳求主你安慰文信兄因所有的家族，文信文明，阮恳求天父上帝你帮衬，互因伫主你的人民中间，主用欢喜的心来感谢上帝你伫因的士大人一生即种的祝福，互因。长岁寿，互伊伫一生中间真侪囡仔所疼痛的士大人，所以嘛伫阮中间为着病痛的人来祈祷，愿主你人民帮衬，无论是心灵的病痛、苦楚、或者肉体的病，愿特别为着久久无见面的单数阿嬷以及詹天碧老师，愿天父上帝人民照顾所有阮的长辈。互因伫你的恩典保守中间，因年老的这段时间，会当充满上帝你对天人来你的扶持、你的安慰，主你圣神踮伫因的内底。主愿恳求主你也甲阮伫直播头前所有的姊妹兄弟，求你的圣神踮伫因的家庭，阮同齐伫你面前安尼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来为着即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，咱来请塑胶节甲小如咱来头前，咱做伙祈祷。
朱小姐今天干嘛？不是你哈。春娇姐，不是受教这哈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咱伫你的面前，为着这礼拜生日的阮的姊妹来祈祷，求天父上帝你纪念因伫你面前的祈祷，求你用你的油抹伫因的头壳顶，主，用你的圣名来恳求主你亲自加天，用你的恩惠放伫因的一生的中间。主，你的抹油是何等的丰盛。通过祈祷，处理互伊一生所行过的路径，要充满稳定的记号。主，伫你的面前，为着所有生日的阮的兄弟姊妹来恳求主你，无论伫阮中间诶宿主，也无伫阮中间的每一个姊妹兄弟，愿天父上帝你施恩赐福，互因有智慧的心，通算数家己的年日，伫因过来365日，每一天经历圣神的同在。阮伫你的面前，安尼祈祷我表所有性命，阿门。生日快乐，上帝祝福你。咱来请师会来报告，咱请师会报告。咱三甲来看周报。顶周的聚会咱家己看，本周的聚会主日礼拜9点半伫教会，祈祷会拜三暗时8点伫教会。青少会拜六暗时7点半伫教育馆，查经班拜六9点半，暗时9点半伫线上。圣港的服侍，下周的聚会陈英宏长老，领事谢丽云姊妹，苏琴钟纯珍姊妹，书宪总方人张世强执事。新安宫的读经表，咱照安尼家灵修。集体交通。第一，本主日是圣神降临节，鼓励大家伫这段时间为家己的灵命，互圣神充满祈祷。以有数3周20节，神会照着运行伫咱心内的大力，充足大，成就一切，超过咱所求所想的。第二，本主日礼拜后举行爱餐讨论会。邀请以前参加的同工，甲现加入的同工，拢留落来，提供意见，互爱餐的服侍搁较有荣耀主名。6月开始爱餐，欢迎大家留落来，共享主恩。以下，咱也为以下生日的来代祷。奉献报告，咱家己看，若有毋对则往过界人员反映。代祷事项：第一，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的感染期祈祷；第二，请咱为以下的身体欠安的兄弟祈祷，也为长辈的健康来代祷；第三，为教会的青少年心灵甲课业祈祷，也为升学的祈祷。第四，为适婚的青年来婚姻祈祷；第五，为姊妹教会代祷，妇人集祷告打牙。三甲来吟上行512首。512首。愿咱救主耶稣基督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，请起立去元首。上
心来祈祷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感动，相通扶持，甲恁众人三甲地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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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请坐，灭道避讳。礼位兄弟，请咱吼莫离开，咱马上要召开咱的爱餐的研讨会。当咱爱餐的研讨会伫遮讨论了，咱才要去后壁做伙食饭。啊，麻烦准备的兄弟嘛，不要急着到后面预备吼。咱做伙研讨会开了，咱才来做伙来准备食饭。请咱来头前坐吼，请咱尽量往前面坐。